我没法拿回龙珠，我不回去了。小鱼，我们是人鱼，我们不属于这里。可是这里有我爱的人，我可以把这里当成是家。我也可以爱你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可是我不爱你。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会不爱我呢？我们都是人鱼，只有我们才合适。陈天，我的心里只能装得下一个人。对不起。是凌空吗？我知道龙珠在他那儿。对，我去杀了他，这样你也能爱我了，我们也能回家了。你疯了吗？不，我没疯。你太可怕了。小鱼，你回来！你走啊！你以为你跟凌空就能长相厮守吗？没错，我是人人都不齿的怪物。那你呢？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，在人类世界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。不会的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永远都不会变成像你这样的人。陈天，要是让我知道是谁袭击了荣仔，我非弄死他不可。都是我不好。小鱼，荣仔受袭击怎么能怪你呢？我相信荣仔一定会很快醒过来的，到时候我们三个还像以前一样。荣仔，陈天说他没有伤害你，我也不敢确定，而且我也没有证据。你快醒过来吧，这样就能弄清真相了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也像陈天一样无法控制自己，怎么办？在我的身体发生变化之前，一定要帮凌空完成腾空之约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扭到脚了。还好没有伤到骨头，我带你去医务室。凌晨，凌空为什么没有来训练？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他知道陈教练辞职失踪的事情了。那他什么反应？跟平时一样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他其实心里挺开心的。按理说，陈教练失踪了，你和我哥之间的障碍也就消失了。虽然我哥看上去在感情方面没有什么长性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对你是真心的。
不过，毕竟你和人类不一样。难道在你眼里，我也是个怪物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不同种族之间的爱情可能会让你受到伤害。我听到过一个传说，人类和人鱼之间的爱情是会受到诅咒的。我很担心你。其实，我才是那个可能会随时失控伤害别人的人。这是什么？凌空母亲余露的日记本，我在林家的宅子里找到的。你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？嗯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其实，余露也是人鱼。什么？我们人鱼世界有一个传说，当人鱼在人类世界停留的时间变长，可能会出现暴力的症状，甚至有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，嗜血杀人。嗜血杀人？那你……我很害怕，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那样。不，你不会变成那样子的。这是我们人鱼的宿命。我在陈天留下的信息里发现有一种药，它可以控制我身体变异的速度。你是生物医学系的高材生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我一定会竭尽所能的。还有，在余露的日记里提到了凌空，他是拥有一半人鱼血统的半血王子。这个日记本可不可以先放在我这儿？没准我会发现帮你解决症状的办法。凌晨，希望你能像天空中第一缕阳光一样，温暖着我和爸爸，让我们一起打破人鱼的诅咒。后面的日记怎么没有了？林晨，你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吗？没有。小玉，你别担心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。爸爸说过，妈妈是在我哥1岁的时候去世的，但是日记里并没有孩子出生到去世之前的记录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妈妈真的出现了人鱼传说中暴力的症状，她一定会记录下来的。缺失的日记，说明她很可能打破了这个诅咒。你是说诅咒是可以被打破的？地球上的生命体都是有善恶之分的，你和妈妈都是善良的人鱼，老天一定会眷顾你们的。谢谢你啊，凌晨。小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
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凌晨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被教授训了一顿，有点不痛快。怎么，你找我啊？一天没看到你了，听你们系的人说今天你也没去上课，担心你啊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你呀，要是有事儿，记得跟哥说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还要去学习呢。对不起，哥，现在我还不能把真相告诉你。凌晨肯定有事情瞒着我，什么事儿呢？他之前有事儿都会跟我说的。难道是因为小鱼？这个臭小鱼，之前为了陈天放我的鸽子，现在陈天走了，你也不知道来找我。这本日记是属于你们林家的，还是由你来保管比较妥当？可是，我只是林家的养子。老林对你一直视如己出，你跟凌空没有区别，不像我，终究是会离开的。你要走？如果一直找不到控制我身体变化的方法，为了不伤害你们，总有一天我会离开的。你不能走，你可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家人。凌晨，陈天离开了，我们可以在一起了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不！还有什么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训练迟到了。你的脚还没有完全康复，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你那么关心他干嘛？别回头人家陈天一回来，又回到他身边了。哥，别这么说小鱼。凌空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有什么误会啊？哦，也对，我凌空现在落魄了，你确实应该选择有钱的陈天，对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就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女孩吗？你敢打我？难道
暴力来得这么快。小鱼，快去跟小鱼道歉。我凭什么道歉啊？他打我，那是因为你该打。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到底站哪边？我站在小鱼这边。好啊，为了她，你竟然跟你亲哥哥公然叫板。如果你再不改改自己的臭脾气，继续做伤害小鱼的事儿，我也会揍你。小鱼，你别管我。凌空说的对，我就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女孩。要不是我的身体出了变化，我早就去找新的目标了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你是我见过最善良、最单纯的女孩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从来没有变过。别怕。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现在我公布一下腾空之约的赛前集训名单，请念到名字的队员来我这里领取一下通知书。赵亮。唐少到，凌空，我帮凌空拿吧。喂，真的啊？好啊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小鱼。荣仔醒了，这手指头能动了，太好了！医生啊，我们家荣仔他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病人的生命力很顽强，还需要继续观察。家人和朋友可以多和他说说话，有助于他的病情。精气神很重要。好，谢谢医生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先过去了。仔仔，你看，我跟小鱼都进入腾空之约的最后一轮选拔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训练，把你的那份荣誉一起拿回来。凌空，太巧了。这是腾空之约赛前集训通知书，恭喜你啊！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走到这一步，我以前低估你了。谢谢。哎，现在客人也不多，坐下来陪我喝一杯吧，就当庆祝我们2个人都能入围。下次。凌空，对不起，我们不适合。你
敢打我？我已经警告过你，不要再做伤害小鱼的事情。你也喜欢小鱼是吧？哟，让我说中了。也对啊，小鱼不就是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女人吗？对啊，正好你也可以还要打我的朋友们。我不会还手的，因为我把你当兄弟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。干什么呀？吓死我了！你别看了。进来。大夫，我是于小鱼，来取我和凌空的腾空之约赛前体检报告。于小鱼，你最近有服用什么药物吗？没有啊。我们在你的血液中发现一种蓝色物质，暂时还不明确是什么，还要进一步的化验。蓝色物质。那凌空的报告呢？凌空的报告一切正常。谢谢大夫。奇怪，凌空他明明跟我有相同的血统，为什么他的报告就没事？你有事情瞒着我？你看，怎么可能？你和他……照片里的孩子不是凌空，是我。你才是于露的孩子。是的，不知道爸爸出于什么原因把我们调换了身份，但是从照片上来看，我的确应该是他们的孩子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单凭一张照片，怎么能够确定你们俩到底谁才是于露的孩子啊？日记里提到过，他们给孩子取名叫凌晨。我当时怕看到人鱼变异的内容，所以没有把日记从头到尾都看完。那我们要不要告诉凌空？之前我们连怀疑他有一半人鱼血统的事都不敢告诉他，更何况现在跟他说他根本不是凌家的孩子，以他的性格，肯定接受不了。是啊，林叔也才刚出世。为了凌空，我们一定要隐瞒这件事儿，绝对不能让他再受到任何打击了。嗯。凌空如果知道这件事情，一定受不了。可是我不想骗他，怎么办？小鱼，小鱼，啊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是不是凌空？不是他，你怎么满脑子都是他？是你出事了。他们说在你的血液里发现了一个什么疑似兴奋剂的物质，还说要向腾空之约组委会建议取消你的比赛资格。什么？不行，我不能退赛，我要退赛了，凌空可怎么办啊？我先去跟医生解释清楚。小鱼，小鱼！哎呀！小鱼跑哪儿去了？不是说好一起训练的吗？唐少，你看到小鱼了吗？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哎，
他刚听到自己被退赛的消息，就去医院了，说什么要找医生重新做体检报告。哪有这么简单呀？啊！雪月，你们不要妨碍我的工作。大夫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服用兴奋剂，我可以发誓。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们只相信科学的化验结果。体育比赛绝对不允许出现兴奋剂这种肮脏的事情，这是体育精神的底线。你们既然是最优秀的跳水选手，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让我体检一次好不好？雪月，你来这儿干嘛？要是我的体检报告被提交到组委会，我就真的要退赛了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就算这次参加不了比赛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跳水啊。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。凌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陪你一起度过难关。你别这样，智雅会误会的。小鱼，我想你可能误会了，我喜欢的是你。难道他就算失忆了，也依然记得对我的感情吗？就像我一样，虽然想不起来爱人的模样，可是却知道自己爱着一个人。突然间我看不到你的双眼，被模糊了的视线。但是随着我们在人类世界待的时间越长，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异。变异？你是说我会变成怪物？你现在只是会时不时的失忆，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会变成一个连你自己都会唾弃的怪物。繁星照亮了水面，闪烁着惊人的依恋，好像失控的眼，彻底丢掉了水面。走吧。就算在海的对面，也戒不掉成瘾的思念。对不起，小鱼，你还在怪我吗？对不起，凌空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太好了！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一直心不在焉的。我在想事情。你不用再为兴奋剂的事情发愁了，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刚才我拿你的血液样本进行了化验，发现并没有蓝色的物质。那为什么之前的体检报告会？我怀疑，之前那种蓝色物质属于人鱼基因的突变，很有可能是你前段时间高烧引起的。现在你的身体恢复了正常，蓝色物质也就消失了。我们只需要重新提交申请，你就能恢复比赛资格。那如果再次体检还是不合格呢？你不用担心。其实我知道自己有一半人鱼血统以后，也对自己的血液进行了化验，发现
和一般人类的血液没什么区别。要不然，爸爸这么多年费尽心机的隐藏我的身份，也不会冒险让我和人类一起生活。可是你只有一半的人鱼血统，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只能赌一把。这是你继续参加腾空之约的最后机会。怎么样？体检通过了，你可以参加腾空之约决赛了。阳光洒在了海面上，细碎的、闪闪的在放亮。他都跑了10公里了，也太拼了吧！那当然了，马上就要到腾空之约决赛了。小鱼好不容易恢复了决赛资格，当然要卯足了劲拿冠军了。小鱼加油！闭上眼都是你的模样，记忆中蔓延的无法收场。送给你的。你送我花干什么呀？又不能吃。喂，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浪漫情调啊？这可是本少爷自己打工挣钱给你买的。不废话，拿着。没想到我凌空自己也可以勤工俭学挣钱了，可惜老爸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你放心吧，你爸爸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谢谢你，小月。多亏你一直的陪伴，无论是我之前失忆，还是我家破产，你都一直在我身边，不离不弃。没有人比你更关心我了。跳水也一样。如果不是你疯了一样拿刀想划破我肚子取龙珠，逼着我加入跳水队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我。你想起以前的事儿了？你什么时候恢复记忆的？你都不告诉我。小鱼，你还记得双人跳水比赛那天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吗？你愿意跟我一起牵着手走下去吗？可是，我是人鱼，和你不一样。在我眼里，不管你是人还是鱼，你都是我唯一喜欢的女孩。突然间我看不到你的双眼，被模糊了的视线失去底线，一点点沉沦，一点点凋谢，害怕却又忍不住沦陷。凌空，你肚子
会放过你的。我已经掌握了龙门的坐标，只要拿回龙珠，我就能重返人鱼世界了。而你，我要你身败名裂。身体打直，好，就这样。怎么样，跳得好吧？你们两个在干嘛？出大事了！不能让腾空之约跳水比赛再继续进行下去了，因为这个比赛本身就是个阴谋，林芷轩的阴谋。他要干嘛？他利用巨额奖金吸引跳水者替他做实验，每年因为比赛消失的选手都是他实验的牺牲品。我手里的龙门图标就是证据。不可能，我爸不会变成这样的。凌空，这不是真的。你冷静一下。这不是真的。门口来了很多记者，说要采访凌空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先从后门出去，等事情解决了再说。走。还好，他们没有跟过来。不行，我不能一直躲在这儿。我要出去跟那些记者解释清楚。哎，不行，你现在没有证据，他们不会相信你的。而且你就这样贸贸然的过去，说不定还会影响你比赛呢。那我不能看着我爸被人冤枉吧？小鱼，你早就知道了。腾空之约真像陈天说的那样，只是个阴谋。你爸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。就算他有苦衷，他也不能瞒着我呀！他还拿其他队员的性命做实验，他都是为了鱼露。我妈？虽然我也不知道你爸进行实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可是有一点我很确定，鱼露和我一样，都是流落在人类世界里的人鱼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他是人鱼，那我是什么？你是正常的人类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说。其实凌晨才是老林跟于露的孩子，你是他们抱养的。你撒谎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只是你最近遭受了太多的打击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所以我才……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凌空。你现在就像个傻子一样，现在别人看你，就像看个笑话一样。哥，别喝了，你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别管我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了家人。没有了地位，连我最爱的小鱼都骗我。你还有我。你，林家正牌大少爷，
我怎么高攀得起啊？你都知道了？果然啊，你早就知道了。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你们蒙在鼓里。我和小玉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啊！你们一个人鱼，一个人鱼王子，你们才是一伙的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林志轩一样，只是为了利用我们完成腾空之约，拿我当你们实验的小白鼠？我不许你侮辱小鱼和爸爸！爸爸？对啊，你才是林家的亲生儿子。我什么都不是。拿酒，甜甜拿酒。我说林大少爷，你不能再喝了。怎么，怕我给不起钱啊？拿酒。林公，你别耍酒疯。要不是看在小鱼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喝死你算了。真不看新闻了，都已经吵得沸沸扬扬，说腾空之约是他爸拿来做实验的阴谋。不会吧？怪不得他今天这么反常。那我去给小鱼打电话。你给我坐下！人小鱼就在门口呢，犹豫好半天就是不进来。俩人估计肯定是有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孩子不管要什么你就给人家，孩子现在心里面憋屈啊。开心点儿。来，大家开心点啊！开心点儿。来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往你爸身上靠一靠。对，好。哎呀，干嘛呢？好，咱们来了啊！凌空他现在一定不想见我。陈天，不行，他一定是冲着凌空来的。我不能让他接近凌空。
伤害你的。我这副样子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爹为什么不告而别？现在为什么又这副样子，还诬陷林家？我没有诬陷林家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之前跟林芷萱合作，都是因为他想让我帮他找到龙门图。原来我之前的推测没有错。小玉，我已经找到了龙门坐标的位置，跟我回家吧，我们再也不回来了。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我那么爱你，为什么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爱你。就算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还是没法得到你的心吗？是不是因为我伤害了他们？我曾经跟自己发过誓，就算我变成一个杀人狂魔，我也只会杀坏人，不会伤害一个好人的。那荣仔呢？我努力地控制我自己。荣仔没有死，不是吗？可是他现在还躺在病房里，昏迷不醒。是你害了荣仔。他会醒过来的，对吧？这都是你干的，你这个杀人犯！你没有证据，没有任何证据，就算去报警也没有用。没有人会相信人鱼的鬼话，他们只会把我们当作是怪物，把我们抓去实验，去凌辱，去解剖。腾空之约啊，原来是林家干的，好像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怪不得他一个纨绔子弟就能直接晋级决赛。我们走。你怎么了？伤到哪儿了？凌空，你别逞强，赶紧去医务室看一下。要是处理的不好，可能会影响到后面比赛的。别再跟我提比赛！我不会再参加腾空之约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腾空之约可是我们的梦想。我的梦想早就被你们打碎了。
现在再参加比赛，那我就是他们眼中的一个笑话。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。别再假惺惺的了，我退出不正好吗？你跟凌晨参加啊，反正你们都不是人。腾空之约，谁有时间陪你们这些人鱼玩？既然你那么不想见到我，那我就离开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你们假装关心我，却把我当傻子一样？你们都骗我，都骗我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们在躲什么人？我是记者。又是记者。如果真的是记者的话，我们至于这么害怕吗？你告诉我，这个让你这么害怕的人究竟是谁？你不要再逼我了，你这样子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好啊，到最后你还是不肯跟我说。不可以，你现在不能走，你走了会很危险的。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因为人鱼而生命受到威胁。
我受够了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和老令要把我拉入人鱼的世界？我受够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凌空，我以后再也不瞒着你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你说半句假话。我已经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既然我已经不是林家的孩子，这个东西就不属于我。人鱼的项链回到另一个人鱼的手里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所有的东西我都还给你了，这是我跟你最后的告别。从此，我们不再有任何瓜葛。为什么留在你身边都变得这么难？原来凌空脖子上一直挂着的项链，是领接龙珠的钥匙。得到了这条项链，就得到了龙珠。小鱼，小鱼别怕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道别？我已经离开人鱼世界10年了。我活不了太久了。林芷萱的药物对现在的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了。这不正是你们所希望的吗？不行，你不能死。你虽然做错了很多事情，但是你仍然是我的同类，我怎么可能希望你死呢？可我现在这副鬼样子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跟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死。你是我在人类世界上唯一认识的同类。这或许就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吧。等到鱼鳞覆盖我的全身，我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。所以我想来见你最后一面。小鱼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还有半血王子凌空吗？小鱼，谢谢你，认识你，让我这10年没有白活。你多保重。陈天，
我不想让你死。我身边的人已经一个一个都离开我，我不想你就这么死掉。回去吧，你回到人鱼世界里好好的生活，不要再做错事了。这是女王鱼露的项链，是连接龙珠的钥匙，龙珠就在这个里面。你快拿这个回到海底，说不定还有救。不，小鱼，小鱼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我回不去了。天空，他已经不要你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，小鱼。虽然你现在没有出现暴力的症状，如果你不回去的话，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。小鱼，跟我回去吧，忘了凌空，忘了在这里的所有的一切。我忘不了，就算他一辈子都不理我，只要让我待在他身边，哪怕一天，都比我在海里孤单的过一辈子强。最终，你还是选择要和鱼露一样，是吧？可是我和他一样，从来都没后悔过。既然你选择了，再见。果然，跟人类相比，人鱼和人鱼才是同一国的。凌空，我不是说过吗？从此以后，你我再无任何瓜葛。希望你别再缠着我。小鱼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别拉着我，你让我去跟他解释清楚。他在气头上，不管谁说都听不进去啊！放开我！小鱼，虽然你现在没有出现暴力的症状，如果你不回去的话，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。
小鱼，跟我回去吧。所以，陈天说的没有错，我真的会变成跟他一样。不要吃！凌晨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跟你的目的一样。我知道，你已经出现了跟陈天相似的状况，但是这种药你不能吃。可是现在只有他才能救我。我查看了凌氏集团研发这种药的所有实验报告，发现它只能起到暂时控制的作用，而且副作用极大。不但会让下一次发作更加剧烈，而且会产生比吸毒更加严重的依赖性。可是我别无选择，我不想变成一个怪物。小鱼，凌空，哥，我不是你哥，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是兄弟啊。那是因为我可怜你。在学校，他们一直以为你是养子，而我是凌家的正牌大少爷。而现在呢，我不需要你的可怜。凌空，凌晨他不是那个意思。对，你多了解他呀？你们有着相同的血统。我呢，只是个外人。这是什么？好啊，你们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你们既然不想让我知道，又为什么假装关心我？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的关心能让我原谅你们的欺骗啊？我们没有欺骗你。凌空，你知不知道小鱼？看。你们配合的多默契，从始至终，你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你们自己人。凌空，凌空，你听我解释。放开我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哥，快走，被发现就糟了。确实啊，我这个外人早就该走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知不知道这里已经被查封了？小爷去哪儿用得着你管啊？你小子是什么态度啊？就这个态度。我告诉你，态度给我放老实点。你再这么恶劣，我就报警。让警察把你带走，你信不信？放开他！我不许你伤害他！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你冷静点。